金色你伫地洞内游来游去，伊自信恐怖啊！你鱼成大，若莫互人甲伊钓起来，因踮伫这个地洞里面，永远就是因的快乐的天地啊！对呀，你看，看什么？天地讲话哦，欠师娘为何将兄比女娘啊？你我结拜是同窗友，彼此的夫妻哦，为何？你莫生气嘛！姑娘，你看，迄个鸳鸯戏水，声声对，因声声对对，心相随。紧将对后来滴酸水，始终不强，听的分开哦。我应大律师，愈叫娘兄，你可原甲我负的鸳鸯？原配鸳鸯啊，当时守，可惜你应待，非叫我。
万岁到恁家门。阮兜牡丹正盛开，牡丹可比我英台。游风袂晓将夫的菜，牛兄真是大自大。显得你是男子汉，男人怎能比牡丹？有花通挽你着挽，娘兄无太有欢喜，又挽为难。你看前面一条鹅，飘来一对大白鹅，鹅港外头叫鹅母，鹅母在后面叫哥哥啊，叫啊哥哥。叫声娘兄，你看清楚，鹅母在笑你是呆头鹅啊，呆呀头鹅。既然我是大头鹅，从此无叫我娘哥哥。小弟说话了又错，求兄原谅你想如何啊，想如何？庙中强风关西音，莲花宝座只着啉。金东玉女两边你，为何不能结同心？贤弟啊，金东玉女永远是袂用结为夫妻啊！娘兄，因一男一女，而且调色相处，为什么袂当结成夫妻啊？因为因是神啊。神就袂当结成夫妻啊？那安尼，人若是甲因同款调色相处，毋就会当结成夫妻咯？当然会用的啊。咱两个嘛是调色相处，应该会当结成夫妻啊。贤弟啊，你我是兄弟，怎能结成夫妻呢？娘兄，你看，这边有供奉一尊白喙手的老花啊，喙笑眯眯，手又搁有摕一条红线，伊是啥人啊？贤弟啊，连这你也毋知啊，伊就是月下老人啊。月下老人。娘兄，月下老人是伫做啥物？遐手摕一条红线，伊又是伫做啥物咧？贤弟。月下老人专管婚姻啊，伊个红线牵好有情人，伊为何毋是用红线甲因牵斗阵？娘兄，咱来替因拜堂通成亲。贤弟愈讲愈
元老公，根本是土做差曲的，伊连话都袂晓讲，哪知人间啊，风求风。哎呀，贤弟啊！庙是神是来无用去无踪的，你唔通无相信啊！假使贤弟，你若想讲要娶一个好家后的话啊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向元老公求元老公做一个大媒人啊！祈求元老来保庇，替我甲娘兄伊牵红丝，红线牵予咱兄弟。永不分离，来相伴相依。贤弟愈讲愈正幽，定定将我比做愈娘。娘兄伊嫌我真着袂晓欣赏，枉我祈祷照镜啊，应是将。将我比的做牛啊！做出将我生来欺负，要说我是迄个大戆牛。娘兄伊不该阮的心中伊枉负伊去学是的是大意。娘兄，小弟啊，死言你着莫生气，阮并非故意，乃是用气啊。娘兄，我是无意的，娘兄你就多多原谅我，莫生气嘛。莫生气就莫生气嘛。